얼른 했어라. 저 고비가 먼저 고비가. 알았어, 대기자.哎，给徐的，你都去徐的，你看去徐的，你都去徐的。录的，你修的了，从哪么叫呢？哎，没事，你啥过得进去了？还注意点，啊，我把把机通窗，把机抬头，没事，去我打把机了。哎呀，你这家去了，你们还是200件，明年看俺学我怎么做？我有些还是200件了，我确实能俺好交代呢。哎，这个，知道，别说这样的，别，不，说简单的东西，这地方简单。说这样的去讲我。去俺们他怎么讲就别把机通窗，你得晓得呢，你看就他从他就是干啥？我就说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好多，说起西门都讲，现在200。